鲜业界消息来看到，美国电影网站公布2019年世界头100个上水的面膜，来看到入围名单，台湾的周子瑜、少年线3档拢拼入去头10名。这届各个人提名，按算会当顺势摕到亚洲上水的名。周子瑜提名相片的卡，打中华民国国旗的大图，已经有超过9万条留话，要替周子瑜加油赞声。 美国的电影网站公布2019年世界100大上水的面子啊入围的名单。这个面子啊生做上水的，除了有电影《新力女超人》会介入加到这个欧美的大明星，亚洲地区嘛有一个女星正受到注重。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台湾籍成员周子瑜，已经连续3年拢入去前10名，今年搁再得到提名。 伫咧周子瑜提名相片内底，伊嘛有放国旗的大图，成上万的网友来留话，替周子瑜斗赞声。因为伫咧今年的名单内底，亚洲地区的强敌除了有 BLACKPINK 的泰国成员 Lisa， 也阁有中国的女星迪丽热巴，嘛拢有上榜。周子瑜这出镜的外形，互伊的人气真称。 进前，伊小装摊一个出现伫个机场，准备要入关的时阵，就连这个验票员嘛真挖进来看伊这水的面子啊，一直甲学了。即便周子瑜的迷将嘛希望伊有机会通摕到亚洲上水的称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